各位老友，今日同大家傾下原發性高血壓。咩係原發性高血壓啊？簡單嚟講，如果你冇食降壓藥嘅時候，高壓大於等於140毫米汞柱，或者低壓大於等於90毫米汞柱，就有機會中招啦。呢種情況喺高血壓人群裏面佔咗95%以上㗎。點解會患上呢個病呢？遺傳都有影響嘅。如果屋企人有高血壓患者，我哋就要特別小心。除此之外，生活習慣都好緊要。長期食得太鹹，成日食鹹菜加工食品，飲酒過量，日日小酌變豪飲，長期精神緊張，好似反工壓力大，成日焦慮，又唔中意做運動，成日坐喺度唔喐，仲有超重同肥胖，呢啲都有機會令原發性高血壓找上門。呢個病早期可能冇咩感覺，等到嚴重啲症狀就出嚟啦。頭暈頭痛好常見，成日覺得個頭暈陀陀，仲會有搏動性頭痛，朝早特別明顯，仲有可能會心悸，自己都感覺到心跳好快，手腳都可能會麻痹，手指唔靈活，好似有蟻喺度爬咁。大家千祈唔好睇小呢個病，併發症好犀利㗎。長期高血壓會令心臟負荷加重，咗心室變肥後有機會發展成心力衰竭，仲會增加患冠心病嘅風險，腦血管都會受影響，係引發腦卒中嘅重要因素，好容易出現腦出血、腦梗死，腎臟會出現腎小動脈硬化，夜晚尿頻嚴重嘅話，仲會發展成腎衰竭，眼底都會病變，視力會下降，甚至會失明。老友們一定要多啲留意自己身體，定期量血壓，養成健康嘅生活習慣，遠離原發性高血壓啊！